各位親愛嘅朋友，我哋今日咧要特別介紹一位嘅女士嚟嘅。嗰陣時我哋認識佢嘅時候咧，佢只係12歲到嘅，咁12歲先去讀小學1年班。咁我點解要特別去介紹佢咧？係因為喺個過程裏邊咧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但係佢因為孝順父母，但係另一方面咧又終於去初認識嘅呢個福音，佢點樣堅持咧？咁我請你聽佢講見證，好嗎？ Hello，各位朋友好，我係謝玉麗嚇，英文名叫 Hannah， 係啊，我就想今日喺呢度咧，喺多倫多依家呢個時候就喺多倫多嘅時候，中午嘅時候幾好嘅天氣嘅底下去錄呢一段嘅見證。咁咧我就由細個咧我就喺越南出世嘅，咁直至到12歲咧，我有機會就接觸到教會，因為咧去讀中文嗰間定西堂教會咧就係有辦義學中文嘅，咁我去咗嗰度讀中文，咁透過主日學啊，透過聖經故事啊，咁我就認識咗耶穌啦。咁喺當中咧，就我認識咗耶穌之後，就翻到屋企，咁媽媽就要我幫手。因為我媽媽屋企咧就係拜祖先啊，拜好多嘢嘅，咁媽媽都通常都係要我去幫手嚟到去遞祭禮啊，或者係裝香啊咁樣呢啲幫手。因為屋企咧我係最大嘅我對落嘅有5兄弟姊妹，我係最大嘅，咁6個，咁喺屋企咁呢個大家庭入邊咧。就好多因為細佬妹都會睇我頭嘅，我樣樣好咧，就細佬妹就睇住我，所以媽媽對我都係非常之嚴嘅。咁所以咧，對於裝香啊，咁我通常都會幫媽媽手。咁但係有一次咧要去裝香俾爸爸嘅時候咧，媽媽要我去做呢一樣嘢即係因為我爸爸就過咗身冇幾耐，當其時係戊申年即係1968年啦，嗰陣咁上下戰爭嘅底下，咁我爸爸過身，媽媽就好傷心啦。當然，咁媽媽傷心，當然我應該要多啲去安慰佢嘅。咁但係我佢又要我去裝香嘅時候，我就同媽媽講，我話媽媽，我信咗耶穌啦，可唔可以唔裝香啊？雖然就係我好錫爸爸嘅，不過就我紀念爸爸喺個心裏邊，咁我唔使裝香啦。咁但係媽媽礙於唔明白嘅緣故咧，佢就都係好唔中意，好唔開心。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如果你唔裝香咧，就冇去教會度讀書啦，因為去教會咧就係信耶穌噶嘛，咁你就唔好去教會讀書啦，冇書讀啦。咁但係我都好堅決嘅同媽媽講，我話信耶穌好好㗎，咁但係我除咗信耶穌好好，我又唔識得再表達其他嘢。咁但係咧，媽媽都唔明白，媽媽就話：好啦，咁你唔冇書讀不得已連你最中意嘅聖經咧，嗰本聖經我都會攞去燒埋㗎。咁於是乎，媽媽攞走咗本聖經。咁其實咧，後來就佢都冇燒到嘅，佢係拎開咗啫。當其時佢拎開咗聖經，咁就佢話聖經就攞走咗啦，要攞去燒㗎。你唔再裝香咧，更加連你個頭髮都要剪埋，因為媽媽知道我好愛呢一把頭髮嘅嗰把頭髮就長及肩即係嗰陣時，媽媽要幫我修剪頭髮咧，我梗係要同媽媽講價嘅，修剪少少好啦，唔好修多。咁但係咧，當中媽媽用咗頭髮嚟同我講話，你唔裝香就連把頭髮都要剪咗去，等你冇辦法去見人啦咁。咁但係我唔知道即係能力從何來咧，我又好平靜咁同媽媽講，我話我信耶穌係好好嘅媽媽咁。咁但係媽媽礙於講咗話要剪頭髮啦，咁就真係媽媽就去用一把嘅剪布嘅鉸剪去揾咗出嚟，咁嚟最後俾我再決定裝唔裝香。
我仍然都係用同樣嘅説話同媽媽講。咁媽媽就冇迫於無奈啦，咁啊就剪咗我一把頭髮啦。咁啊唔同程度啊，即係執到邊度啊，剪到邊度嗰種剪法。咁所以咧剪完之後，我都感覺到媽媽原來我雖然有流眼淚，但係心情好平靜。媽媽，但係我唔明白，當佢剪嘅時候，點解我頭髮都頭上都覺得有好多熱嘅水係咁流落嚟咧？原來係媽媽嘅淚水啊！原來媽媽嘅淚水，所以我經過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堅信不疑嘅時候，直至到如今我後來就結婚嫁咗去香港，香港住咗10幾年，跟住嚟咗加拿大，依家嚟咗加拿大30幾年，回望過去信主嘅年日都有50幾年啦，超過半個世紀，但係我仍然深信神是愛因為我記起嗰本聖經，我最愛嘅聖經咧，就係教我中文嘅老師嚟嘅，容美儀老師。其實咧佢係送嗰本聖經，細細本，紅皮邊，字好細嘅，依家我睇唔到啦嗰啲字但係我仍然都記得神是愛呢一個嘅神呢一個嘅特性，神呢一個嘅不離不棄嘅神去愛我，直至到如今經過50幾年，我要數算佢嘅恩典，我要歸榮耀俾神要歸榮耀俾呢一位愛我嘅神。願大家都能夠有機會去認識呢一位滿有愛嘅神。各位親愛嘅朋友，我唔知道你聽完之後有咩嘅感受我淨係記得有節聖經講得好好係耶穌基督自己話乜嘢係有福氣嘅。咁其中一個福呢，就為義受逼迫嘅人係有福㗎，因為天國係佢哋嘅。義係乜嘢呢？就係正確嘅，係啱嘅。咁有時要付代價。咁佢喺咁細個嘅時候呢，佢就願意付呢個代價。佢心裏邊知道，雖然佢冇辦法表達，但係佢真係去相信咗，而去經歷咗。所以我有機會去到加拿大見到佢，咁我又邀請佢講翻佢過去呢段嘅過去，影響到佢今日去到加拿大多倫多仍然一樣愛主服侍主，冇放棄呢個信仰，真係有福啊！呢個係天國裏邊嘅人啦。願你自己聽咗之後，你有冇發覺人生乜嘢係有意義嘅呢？就係為啲有價值去到存留到永恆，願意付上代價。呢個咪就係咯。如果你願意嘅話呢，你跟我一齊祈禱，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為一啲有價值嘅永恆嘅事物而活着。我哋一齊低頭祈禱。我主耶穌，多謝你俾我聽見呢位姊妹謝六麗佢嘅見證，真係為義受逼迫嘅人係有福㗎，因為天國係佢哋嘅，唔係只係呢個地上，你係有神嘅國度成為佢嘅禮物。我多謝你，我聽完啦，我願意相信，係你幫助我同樣為永恆嘅事去努力去生活，將榮耀歸俾你。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願上帝賜福你，我哋下一次再見。